宜兰县的环保局最近伫二地焚化厂的烟筒装 AI 空气污染的监测系统要来加强稽查的效率。最近嘛会传出讲，宜兰的焚化厂已经在帮南投来烧粪扫咯。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这是行政协助，所以无需要经过议会同意。 宜兰焚化厂烟筒港的上顶悬，会当看到县环保局最近安尼 AI 空污监测系统，监测的范围有到8公里远，包括量着甲基热干2大工业区，只要发现工业区有防肥沙、防肥溶液、雾霾，甚至是直接烧物件等空污的问题，系统就会透过咱来通报，和环保局派人去处理。那我们直接帮我们空出来，然后就是跟我们说哪边有人在投射，就是烧东西。 带环保人员去烟筒港的上顶悬，会当看到监测系统一直在洗，向南洋边缘咧翕。根据环保局的统计，这套系统最近除了安伫烟筒港的上顶悬，头城甲东山乡伫较悬的所在嘛有安。原本2021年，规年空污的侦证案是1161件，2022年已经降到757件。可见新的系统唔来当提高稽查效率，买当互民众较唔敢违法。 透过这样的 AI 系统，能够对于一些异常的情况能够主动出击。那也希望这样的系统能够让我们现地的一些空气污染能够更加的控管的更加理想。不过最近传出因为南投县粪扫的问题真严重，环境部佫一概发文予宜兰县政府，请求协助代销差不多7000栋粪扫。外界质疑讲，县府这个举动是安怎免经过县议会同意？ 其实不是完全同意啦，就是这个应该是环境部那边来做这个相关的调度吧。这个应该是行政这边的协助。过去宜兰县嘛有甲花莲代销粪扫，县环保局表示，因为环境部来做相关的调度，县政府予因行政协助，无需要经过县议会同意。虽然已经开始代销，不过实际上代销的量也要确认，会伫当初讲好的7000栋的范围内，来甲因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